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33平方，空間感無懈可擊。房間採用新式商務設計，雙人床係 Queen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電插座，最具特色莫過於呢個無敵大海景。電視係基本數碼電視，採用酒店本身嘅電視系統。浴室空間亦都係一流。唔單止設有浴缸，更採用咗沐浴間同浴缸嘅分離設計，睇得出房間係經過保養翻新，整體感覺非常舒適，係實至名歸嘅5星級。